現年58歲嘅袁潔儀因在1989年參選亞洲小姐競選比賽而入行。入行之後，袁潔儀因為主持《今日睇真啲》及亞視兒童節目《精靈一族》而被人熟知。近日，袁潔儀又喺佢59歲生日之際，同寶佩如等亞視前同事開心相聚。從袁潔儀分享嘅動態嚟睇，佢嘅生日現場非常熱鬧。佢哋唔單止一齊唱生日歌，仲一同切蛋糕，感情好好。但照片流出之後，一向保養好好嘅袁潔儀，居然被網民質疑佢嘅顏值大跌，昔日凍齡，美貌不再。只見喺寶佩如晒出嘅照片入面，袁潔儀不知額頭上有咗明顯嘅皺紋，膚色亦都顯得好暗淡。事業穩步上揚嘅袁潔儀，早前曾經喺訪問中提及佢嘅家庭生活。據袁潔儀透露，佢同老公係姐弟戀。袁潔儀曾經直言，最開始佢同老公並未打算結婚，但後來袁潔儀懷孕咗，兩人就決定結婚。但喺佢哋註冊排期嗰陣，去醫院產檢，醫生話俾佢知，佢嘅孩子已經冇咗心跳，最終佢只能夠忍痛放棄。跟住袁潔儀好快再次懷孕，但結果仲係同上次一樣，孩子亦都係冇咗心跳。有咗前兩次嘅慘痛經歷之後，喺袁潔儀第三次懷孕嘅時候，佢特登專心養胎。可即便袁潔儀十分注意，佢嘅胎兒仲係喺產檢嗰陣被發現好有可能係唐氏綜合症。最終兩夫妻喺權衡輕重之後決定做流產。冇諗到呢次嘅手術發生意外，袁潔儀嘅膀胱撕裂，從此以後袁潔儀嘅子宮環境變得好差，就算佢再點樣調理，都唔可能再懷孕。面對自己嘅身體狀況，袁潔儀對老公心存內疚，曾經想不如讓老公出去揾二奶傳宗接代。雖咁樣想，但佢始終冇講出口。關於生小朋友一事，袁潔儀嘅老公曾經考慮過揾代孕，但因為生意太忙，佢最終打消咗呢個念頭。而家嘅袁潔儀喺經歷過人生低谷之後，佢變得更加熱愛生活，亦都令佢知道人要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嘅生活。最後祝福袁潔儀餘生都係幸福，同佢老公一齊開心嘅生活。